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5月20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19参加阿拉伯联盟峰会，这是罗西亚甲乌克兰相战以来，泽伦斯基头一届访问中东。泽伦斯基伫会议发表谈话，讲有一寡阿拉伯国家领袖对罗西亚入侵乌克兰的行为，拢极点假做无看到。 正当 G7 7大工业国家集团正伫咧进行峰会时阵，阿拉伯联盟元首峰会也伫咧山谷进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受邀参加，除了甲几位国家元首见面会谈，也发表谈话。Crimea was the first to suffer from the Russian occupation, and until now, most of those who are subjected to repression in the occupied Crimea are Muslims.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some in the world and here among you who turn a blind eye to those cages and illegal annexations. 这是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侵略乌克兰以来，泽伦斯基第一遍出访非民主国家，好有机会说服这寡地区的领导人拢支持基辅。政治分析家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即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He's acting like a head of state that can travel the world and be respected. And that will, I think, help confirm in people's mind that Ukraine is going to come out of this war in good shape. 这场峰会还有一个注意的焦点，就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也伫峰会发表谈话。这是叙利亚政府2011年暂扩镇压反政府示威活动，被暂停成员国资格了。阿萨德第一遍参加峰会。俄罗斯总统普京成为阿萨德政府的主要支持者，19日伫一场视讯会议，指控西方想要分裂俄罗斯。 Говорят о том, что Россию нужно поделить на десятки мел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бразований. И понятно для чего, чтобы затем подчинить своей воле, эксплуатировать,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 своих корыстных интересах. 普京也讲，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愈多，俄罗斯的社会就愈团结。另外，中国证实访问俄罗斯、乌克兰等5国的特使理会，将会另外增加欧盟总部的行程，为中国伫咧解决乌克兰危机做出贡献。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报道。世界卫生大会 （WHO） 5月21日就要伫瑞士起稿，咱台湾是连续7年拢无受到邀请。 卫福部长试水员昨暝已经带团去日内瓦，要争取用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大会，替台湾发声。到时仍然没有接受到邀请的话，那我们就是会在当地除了跟 WHO 提出抗议，那我们也会跟其他里面相近的国家那进行多边或双边的对谈，那也跟我们的友邦那一起来讨论相关的一些议题。那同时我们也会举办那这一个相关的论坛。那试水员带团，各民间团体嘛去日内瓦替台湾发声。另外，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讲，台湾无法度参加 WHO， 是因为民进党唔承认9二共识。佮讲有捌邀请台湾专家去武汉考察，分享技术。 这款讲法，互试水员呛讲是白贼话。受到疫情影响，两岸观光旅游已经冻点真久啊。中国国台办即阵宣布讲，要恢复开放台湾旅行团去中国观光。不过，咱台湾的观光局表示，禁止旅游业者带团去中国禁令也未解除，而且中国也未开放因的游客来台湾。要安怎对顶来开放，有真侪代志拢需要参详。 环看原名青沙台北京颐和园，也是位伫紫禁城内底故宫博物馆甲万里长城。过去一直是民众带团到中国旅游的精选行程。不过，伫疫情影响的全面化停，国台办第19宣布，即日起恢复旅行社经营台湾人到大陆团队的旅游业务。文化部也宣布，即日起恢复台湾团客，也有机票加酒店的行程。 我想，这个部分是非常的乐观其成的哈。但是如何恢复，那么基本上呢，还是要对等，要双向，来进行同步的恢复啊。
观光局讲，两花旅游恢复上台市场是相好共识。即阵禁止旅行业者接待加组团到对岸的禁团令也未解除，中国也未开放陆客来台湾。安怎同步甲对顶的恢复，也有相关的管理甲安排，牵涉到真侪事务性协商，会赶紧来启动观光小两会。期待的是先把我们的组团禁令给解除，在做大陆的这一块的业者也是非常的多的。那也期待一样大陆可以开放，不管是他们的游客到台湾自由行也好，或者是团体也好，我们都希望能够对等同时开放。随上台湾边境解除禁令将近半年，民众说带团到各国旅游，严过中国团却是无度解除禁令。旅游业认为，若是开放两化观光，对观光业都是好消息。旅行社在2019年以前做台湾旅客到大陆的旅行团，大概有90%旅行社都有发团到大陆。所以说呢，这个部分来讲，对我们不管是出境市场的产值，或者是入境旅客的产值来讲，那也都是一个好消息。陆委会发声明回应，对对华解除这项禁令表示欢迎。不过也主张，大陆方面应该同时开放大陆民众来台湾旅游限制，才有法度慢慢达到疫情进程正常交流的原样。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开12亿改建的新德市棒球场，昨因为大水后，真侪所在拢淹水。网络有人口说讲，棒球场未输是扣水池、游泳池。安那桃园市图书馆开21起的新总馆嘛传出漏水淹水的情形。来看自由时报，一波黄酸雨的锋面到昨下晡，甲全台湾水库拢总添1795万吨水量，日月潭水库是添上济。水利署强调讲，到6月底进前供水拢无问题，但封面离开了后，就会调整水情的灯号。来看中国时报。U-Bike 脚踏车系统传出受到境外连续攻击，全台湾有21000个会员交易的资料漏泄出去。台北市交通局证实讲有接到通报，已经报检调查，嘛提醒民众若准收到通知，爱你纳钱入钱，可能拢是诈骗。拜六礼拜这2日是国中教育会考，全台湾是超过19万人去参加。不过台南市政府18收到恐吓批。讲19要攻击一个考场，警方认为应该阁是中国迄个姓张的学生寄来恐吓批，伫遐变鬼变怪。远近到校门口顺路上签到，今年国中教育会考伫20甲21举行，全国超过19万的考生。台南市政府煞伫18收到恐吓批，放调要伫19这天入去国中会考的考场随机攻击。警方发现批中会考日期写毋对，这个做法甲最近的案件正同，研判嘛是检警锁定的中国籍姓张的学生囡仔所寄来，要创治人的。讯息所留内容及电子信箱研判。与近期全国各地陆续接获恐吓案件手法相同，研判应属恶作剧案件。市警局那为了强化这个各国中的会考安全，在明后2天，我们全市18个考场都会加派警力来巡逻。我觉得听听就好了啦。对，反正会有相关的部门去处理嘛。台南市政府表示，全台南考场无收到其他可能有危险的情报资料，请考生放心。高雄虽然无收到要对考场的恐吓威胁，还是提高警觉。明后天的考试，每一个考场都有2位驻警，所以我们随时的应变可以透过跟驻警的联络，不要影响到他们的情绪啊，对啊，有没有办法那个啊，对不对？就平常心啊。高雄考区市委会表示，拜5下晡3点至5点开放考生看考场前，全市21个考场出入路线、市场等区域，拢会详细检视。开放时间结束，原来会再一次巡检，因应突发状况，各考场拢会有2个员警伫遐，若是有状况会随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24年总统大选，目前是三卡都的势面。那也初选了后，要安怎团结？即马真侪新北市长侯友宜大省爱处理的问题。侯友宜讲有敲电话，予一寡挺过台面的县市首长，希望大家共心。另外，台北市前副市长黄珊珊宣布要接郭文哲总统大选的竞选总干事。抢2024总统这个大位，新北市长侯友宜代表国民党来参选，为着甲党内初选的必顺补起来，传出侯友宜要敲电话予挺过牌的县市长，求党内团结。我们大家要一起
团结，来守护中华民国，爱台湾这块土地。我要跟大家心连心，一起共同打拼。那一天晚上的致意，就是大家团结一致向前走的时刻。纽约时报评论定调侯友宜是国民党要行中间路线，加上侯友宜伫两项议题都敢若一张白纸。对这侯友宜是回应讲，守护中华民国，互台湾更较好，拍拼和平永续。民进党党主席郭文哲的战队形势规个出来，台北市政府市长黄珊珊宣布接竞选总干事，敢会去做副手？不熟，我们已经讲了，我们也会向天下征才，因为毕竟这场大选是攸关台湾未来很重要的关键期，先把总干事做好，才能够让更多的人来支持我们。副总统赖清德早起是伫经济部长王美花陪同之下，视察宝智水库，了解上新的水情含水利建设的进度。面对未来气候的变迁，中央政府一定竭尽所能的去开发水资源，然后去进行这个调度备援。还有这个各项的这种策略，来达到稳定供水这样的目标。那视察的行程，走访基站，赖清德嘛开始空战，要来抢少年选票。那伫 YouTube 少年社推出个人影片，10日暗时伫官方的 IG 顶悬，嘛庆祝超过10万的民众甲追踪，特别翕影片感谢大家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 IMB 不动产借贷平台卖假借款来甲民众诈骗，骗超过25亿，上无有4000人互骗去。受害者是遭自救会要告负责人詹国伟，告代言人盛德柱等等30个人。另外，民进党的立委陈后票互人亚康讲牵涉这桩诈骗案，伊出来回实咧，嘛强调讲，若阵有甲诈骗集团斗空，愿意退选。IMB 诈骗，还我钱！有被报调抗议，被害人要求还钱。IMB 不动产借贷媒合平台，讲是表示借款会当合法赚真侪钱，请民众来投资。再互标出其实是假借款真诈骗，骗到的钱是有25亿遮济。负责人张国伟表示欠跑的通缉犯，目前已经互抓去收押禁见。遮济投资者都互骗甲剩无半仙，有超过4000个人受害，造成自救会19甲北检市令要告张国伟，伊下骹的业务含代言人盛德柱等30个人。我们所有的受害人都是看盛竹如的代言而来的，请问他没有责任吗？这一个诈骗案，它其实外表包装的是一个合法的外衣，我们投资人并不知道，而且重点是这一个被害集团，他有在金融博览会里面做展览，蔡英文总统也去拜访过啊，那我们怎么会知道它是不合法？自救会是提出一沓真高的诉讼，对话证据和金流，讲被害人甲投资款拢汇去银行，敢讲金管会唔免负责，而且 IMB 捌参加台北金融破单会，蔡总统嘛有去拜访，化为政府爱重视这个案。另外，民进党立委陈后壁洪卷入这个案，标出诈骗集团罗东的大楼是伊的竞选后援会，陈后壁嘛随出来回实咧。我个人世人不明，交友不慎。我在这里向所有社会大众深深一鞠躬，表示歉意。如果我有参与诈骗集团的挂钩，或参与诈骗的行为，我退选。我想陈欧博委员本身是最清楚的。他自己应该也要有所进退。民进党不是最强调青年从政吗？他本身有吗？陈后表示，好人和诈骗集团有关系，讲后援会厝当得租，相关的金流拢会当查证。顶个月车嘛行转去，伊受张国伟赞助的嘛会拢总管出来。不过国民党议员要求检调，应该扩大侦办。民进党宜兰县议会的党团发声明，要求党中央较紧对这个事件调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有一间幼稚园传出有老师甲囡仔饲爱困药啊，警方是依照伤害等罪，甲这个老师移送法办。教育局表示，若准确实是事实，相当会罚60万，而且会通报全国系统，让这个老师这世人拢袂使阁做教保员。
新北市邦局区有一间幼稚园传出无适当的管教，一个老师为着让囡仔乖乖啊听话，是技术饲因食爱困药啊。囡仔回去甲家长讲案件才互知影，至少有3个囡仔受害。本局已经要求该园将这个老师停职调查。那如果查证确有不当对待幼生的行为呢，最终会裁罚行为人60万，并通报到全国的不适任人员的一个系统，将这个老师呢终身列管，不得担任教保服务人员。那有查扣到相关监视器等物证，而且有通知被告到案说明。那检察官在讯问之后，被告2万元新台币交保。那本案后续检察官会积极搜证，厘清相关案情。目前教育局已经介入调查，警方甲涉案的查某老师遭伤害罪、凌辱妨害囡仔发育罪，移送新北地检署。检方暗时核实了后，予伊2万交保。专案嘛是阁有足侪疑点爱厘清。立法联盟认为讲，幼稚园不当管教是整体结构性的问题，应该对源头去解决才对。发现有一定比例的业者，比如说可能他们提供的劳动环境，譬如说我们这些教保人员或幼教老师，他们的工时非常的长，加班也没有加班费，甚至有超收的情况，工作人员没有被好好对待的时候，那谁会是出气筒呢？当然，孩子就可能会成为他发泄的对象啊。李鸿文嘛进一步讲，照即卖的法规，2岁到3岁幼幼班的师生比是1:8，希望会当降到1:6，减少老师做这个工课的压力，囡仔嘛会当受到较好的照顾。地方政府嘛要加起稽查，针对表现歹的园所，要做好入园的辅导机制，效果才会较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小琉球的三福渔港，有一只破去的沉船，真出名，吸真侪游客冲水落去看。昨日暗时，就有2个游客冲水落去，全找无人。一直到加当日透早7点外，去互搜救队找到。不过，这2个人都已经不幸过往啊。其中一个因为是排球国家队的物理治疗师，嘛是体育改革联会推动者卢桂凤。一透早，海巡人员就坐船出发，准备接回失去联络的冲水客遗体。屏东小琉球18暗时，不担任台湾青女排球国家队随队物理治疗师，也是体育改革联会共同发起人卢桂凤，甲朋友到三福渔港附近自由冲水了失踪。海巡甲消防暗时无找到人，原定加工早时8点半搁再出发，也过19早起7点45分，较早出发的民间搜救团先传来遗憾的消息，发现2个人遗体。大部分会在那边浮球绑在那边，人失踪的话，应该也是在那边，因为水流不大，对，没有被水流带走。到连推车是一个人无难了后，另外一个人想要去救伊，才相相来罹难。遗体被发现伫冲水点三福破沉船的附近，而且会使真近看到青蓝色大海沙底内底沉船，近年来深受自由冲水客喜爱。虽然是相对安全的冲水点，有可能因为海底状况暗藏危机。三福破沉船虽然是一个很安全的潜点，但是我们有时候海况还是会随时变化。10外人讲政府今日通知你，而且咧天，而且迄个备氧系统啦，还是那个空手下去啊，人家船你开过来，他看都无伊啊，航道啦。所以冲水因为是轻便的装备，一双鞋啊、喘气管，抑个物件就是冲水，真最新兴的水中休闲运动。小琉球正是热门的冲水点，不过由周边海域有渔船的航道，加上部分水底暗流，就算有冲水的执照，若无实在海域，有可能无难。当地冲水教练甲台湾自由冲水协会提醒，一定要找当地教练，也是找冲水向导，有伴斗阵去，遵守一徛一路原则，唔通当时冲水落去来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台南北门的油芳粿销路袂歹，不过若讲到油芳粿，大部分的人对伊的印象拢是甜的。即马有农民试种新品种，食起来唔但会 Q， 甚至阁有淡薄仔酸甜。若市民目前要买无，想要食一款好滋味，就阁爱等一时啊。规片农地农民当咧顺因的牛芳粿，这毋是一般的牛芳粿，食起来是酸甜啊酸甜。这一款是北门农民摕种苗公司新研发的酸甜粿仔来试种，顺利修成头一批的粿寿品种。是安怎种才会好食呢？农民解说是因为台南北门甲外海土质带咸混，佮加上气候的关系。较早有走过走咸水域，所以我会去种我较无共看。这种物件会较耐寒、耐盐袂，结果吃起来就是伊酸甜瓜的部分，对这个盐它会比较耐。
其实农民伫咧阵年就开始试种啊，头期先行种过路的品种，大部分的人拢反应上酸，所以这摆换种改良版的龟寿品种。农民佮讲，虽然讲这种品种外形较细，不过食起来肉质真 Q， 滋味酸甜酸甜，大部分的人拢会使接受。酸甜瓜伊龟寿，伊就是食起来伊的口感会较 Q 身，肉质较 Q， 啊伊果肉内底就是有点白带橘色。这个新品种农民新试种200粒尔，目前还未上市。牛棚龟是台南北门特产之一，今年因为雨水较少的关系，产内水气控制较拄啊好，所以甜度真悬。农民进一步表示，大家即届销路拢真好，一台斤会使卖到60到70左右。记者伫新屋台南采访报道。诗人向阳受到邀请，伫瑞典的诗歌朗读会念伊写的台语诗，受到当地民众娱乐。向阳讲，虽然瑞典的民众无一定了解台语文，不过透过台语的七声八调，伊嘛会当感受台湾话水。掀开阿爹的面包，无判了你3条菜脯，含2000餐饭。台湾作家向阳伫咧瑞典川市出马图书馆念伊的诗《阿爹的饭包》。向阳受到已经过身的诺贝尔奖评审马华莲牵手陈文芬的邀请，伫瑞典时间16暗时6点举办诗歌朗读会。台湾人，文学家也好，诗人也好，这几年来啊，会讲较少过来。瑞典人，因咧头前念因毋捌听过台湾话，会写出来诗。这也是一款真特殊的经验。那他说他想来，那我想他既然来了，就不要只是拜会啊、上坟啊这一类。我觉得他应该来读诗，因为他很会读。阿姐倒转来，大烟枪水果，大真济好耍的物件。阮上介意的是这副爱人的一身布地喜洋啊。其他的诗伫现场拢有翻译做英文甲瑞典文，就这首搬布袋戏的这副无安排翻译，向阳哥特别以搬布袋戏口碑的腔调来念，结果是现场侪民众反应上热情的一首诗。语言啊，虽然讲无法度完全理解但是因透过我的朗读用感觉到台湾话的气口甲台湾话水。除了阿爹的饭包甲搬布袋戏的这副，向阳也有朗读世界点睛落来的诗，甲四季系列书。向阳讲，伊即摆来瑞典除了读诗，也安排拜访瑞典学院，阁有到大学演讲，参世界小解台湾的现代诗。记者讲到随台北报道。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一直咧研究要安怎互骹手锯掉患者，甲假骹假手即个护具斗起嚟了后，会当有感觉。目前会当互患者知影温度、感受烧的甲冷的，这项技术嘛已经发表伫科学期刊顶悬。研究人员甲感应器装伫59岁费达蒂红切掉的手骨顶悬，看伊敢会当透过刺激手神经的传导，感受到冷含烧。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长期研究切手骹的患者，伫咧装假手骹了后，敢会当使大脑相信假手骹就是因真正的身体。Adesso sento il calore, prima inizia sulla pelle, poi va dentro.Nell'artofantasma e aiuta a scaldare questo dito e la sensazione è ottima perché è rilassante.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进行的研究是，互切手骹的患者伫咧装假手骹了后，会当透过虚拟实境的技术有一寡感觉。佮经过2档外的研究，即嘛是甲热电极放伫个假手骹的皮肤顶悬，除了会当分烧的，也是冷的，佮会当分塑胶的、玻璃含铜的，才会无共材质。We were interested from this functional point of view on materials, but where we want to project this in the future is into this affective sensation. We think that we could give people a better sense of embodiment of their hands, and maybe even give them the possibility to feel their loved one in a much more natural way. 费达蒂伫25当前，因为一摆意外是失去双手，伊嘛是参加即摆实验27个切手骹的人之一，嘛第一摆互即种已经无感觉的手成功感受到温度。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开发的即个新技术，10月正式发表伫科学期刊顶悬。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
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2度到28度，中部地区23度到31度，南部地区23度到32度，东部地区23度到28度。华岛地区20度到29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